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今透早伫屏东九片基地试射击飞弹，外界又讲这就是雄升飞弹。这粒飞弹通射到中国射程超过1000公里。受刑人一保防进前去月一假的时阵，即马逼出讲承办人员无详细比对资料，交警署要查清楚承办人员也着法。地本餐视察实际了后，也甲家人接温地方负担降低到17亿，按算2032年10月要来通车。空军伫今透早伫咧屏东九片基地进行精准弹药射击即刻，其中有试射一粒真机密的飞弹。外界也伫咧诱讲，这真有可能就是雄升飞弹会当射到中国去。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定就分析讲，这有可能是当日警法当中的侦天型雄升飞弹，这射程会当超过1000公里。暗时啊，一粒飞弹为屏东九片基地发射，火光是真显目。火箭加入去脱离了后，飞弹喷射，冲压甲引擎点倒，加速消失伫卫兵当中。空军10楼展开精准弹药模拟射击，透早4点50，试射一粒机密的飞弹，为2段小点倒。外界解读可能是雄升飞弹，是咱国头一届公开攻击对方飞弹试射的画面。产制的数量呢是列为机密，但是一般估计绝对有数百枚以上。那这一枚地对地远距离的遥攻的防御性武器，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它让我们台湾的重层嚇阻这一层一层的嚇阻力量能够往外推。雄升飞弹是雄2以型，处音速攻击对方巡游飞弹，嘛号做台版战斧飞弹。军方过去是高度保密，这届是雄升飞弹服役10多年来头一届公开。这个试射飞行差不多1点钟，不过第2段哪像无着火，就落落海底，引起讨论。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定认为是当地测试的侦天型雄2以型飞弹，在导引段部分拄着难题。侦程型才要超过1个小时，因为1个小时是飞800公里，控制段跟它的弹头段呢，你这还没有你就要另外做验测，你到那目标万一是哑弹呢，你的弹头段是会出的问题，你这只是1/3而已，你的导引段。还包括了你的那个弹头段，能不能确实达到吗？这每一个都要环节相扣。张彦定表示，侦天型雄2以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显示国军有为源头攻击的能力，会当严重伤断东部战区。不过要安怎克服解放军2个硬拢来，还佫有真密的烂杂火网，要顺利攻击中国的军事设施，也是真大考验。另外，空军花莲基地任务真无用，4架 F-16B 挂载 MK-80 2000磅的炸弹。传出飞往邦寮外海进行空中炸射，是写未少民众甲军事迷去现场欣赏战机甲翕相。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巴拉圭总统的就职典礼。今仔日甲媒体表示讲，即届过境美国的时阵，有一寡风声放映，即寡拢是对中国来的一个假消息，目的就是要分化台美，制造错误认知，影响明年总统大选。巴拉圭行程结束了后，赖清德也伫咧当地时间16过境美国旧金山。伫边仔的人欢迎的欢呼声内面，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正式开始。30分钟的就职演说内面，2摆拢讲到台湾。第一摆先是介绍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第2摆讲台巴两国之间的邦谊关系，敢若兄弟。Su Excelencia Señor William Chin Tet Lai, Vice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an。以特使的身份带团参加的赖清德，是把握机会和各国的大使和头人挨沙子，包括美国内政部长哈兰和巴西总统卢拉、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等等。这摆出访，不管是参加阅兵典礼，还是中昼的参会，赖清德拢互安排坐伫上瓦贝尼亚的位，会使讲坐伫大位。媒体嘛关心这摆过境美国和中国的文攻武吓。副总统或是总统过境美国，这是行之有年了。中国。其实大可以不必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赖清德嘛强调，这摆过境是真稳健、负责任、符合美国希望安全、舒适、利便和尊严的原则。不管以大论啊，以美论，都是中国的宣传，目的是分化台美关系。不管是以赖论或者是以美论这个都是中国的宣传嘛。分化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嘛，同时也在台湾社会创造错误的认知，进而影响
明年的总统跟立法委员的大选嘛。针对于即摆过境美国含驻美代表萧美琴共框做伙翕相引起赖萧培的联想，赖清德讲，即摆是无选举的目的，无含萧美琴讲到选举的代志，但萧美琴替台湾外交做贡献是真重要的资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那赢的部分是也未整合。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一直有独立参选的风声，甚至有传出讲郭台铭讲，这国民党唔愿意合作。针对这部分，还有其表示会团结所有力量。1、2、3。多多2024强调，2024年是关键的一年，会决定国家命运。战争也是和平。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早起公布，竞选的代表图样，表示2024政党轮替台湾搁再出发。不过，国民党一直也未整合，传出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讲，合作的问题是国民党外，不是意外。我们都会团结所有的力量，努力的往前走，让做得不好的民进党下架。护国是要为2300万人民备战，但也要同时避战。和平是我们第一选项。无讲甲国民党合作议题，不过也讲这群的将来会有重要决定要宣布，希望大家可以祝福。郭台铭想要独立参选的风声不断，副手连选也真做话题。对着外团锁定李嘉芬做副手这个讲法，李嘉芬回应绝对不可能。郭台铭也连续讲2摆，伊家己拢无听过。而民进党甲民众党是继续为立零的议题伫争议，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话话卖甲立零污名化。没有任何人要做污名化的动作，而是相关的产业本来就必须要遭受到监督，包含像是88枪的枪击案，还有台南正副议长的贿选案当中，都牵涉到了非常大的绿电的利益共生。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被人民所检视的。对着民进党团批评，大问题人员的政策配比无清楚，但底还是回应，一定非常负责任，甲人员的政策配比这相关的资料，这会呈现伫民众面前，也反问民进党2005恢复加远，是不是确定要行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对南港到基隆的基隆捷运，这总经费爱696亿，真正针对基隆爱负担的部分有引起争议。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在去到10指考察了后，有表示，考虑到这基隆的财务能力，会设这捷运开发基金。基隆市政府只需要伫9年的工期变17亿，而基隆捷运呢，按算伫咧2032年10月要来完工通车。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去实指，视察基隆捷运其中的一个站点保长坑站，未来会结合都市计划，带动货运厂区的转型。基隆捷运总经费有到696亿8900万，由南港到北岛有15.6公里长，会有13个车头，下过800基。不过，基隆市政府的负担额为17亿加悬到53亿，市长陈国良捌因为安尼，甲中央对徛。针对这点，郑文灿提出2大解放，包括设立捷运开发基金。基隆市政府只要伫9年的工期变17亿，每一年差不多2亿，也有调降电费分配款的比例，让基隆捷运的负担降到原来的水准。那差额的部分用捷运建设基金，另外中央的这个补助款跟地方的分担款的比例也会略微调降。让这个捷运可行。对财务状况没有办法顺利解决的状况，他给我们指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路。那事实上，基隆市政府也已经在动了，我们交通处也成立捷运办公室。基隆捷运今年4月份通过宽评了后，综合规划嘛伫5月份送到交通部审议，各界关注当时才会当通车。铁道局回应讲，按算121年10月份完工通车。路政部长林佑昌讲，基隆捷运会互大台北首都款的路网更较完整，带动基隆河国廊带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基隆市府即马就爱起鼓，甲都市计划配套做好，成立捷运工程团队。捷运站旁边要有停车的空间，要有公车的这些连结串联的系统，所以都市计划内的生活圈的道路就必须一定要配套，现在做好规划。板南线东延的部分，你还没有回复到委员。郑文灿强调讲，基隆捷运无政治色彩，即马已经行向最后一里路。不过，面对新北市议员向甲问板南线东延的议题，郑文灿并无正面回应，就随离开。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今年5月7日，台中刑府发现案发生吊轨落落来，造成台中捷运旅客死亡的案例。这台中市政府也甲刑府发讨赔偿，要甲讨2亿6千万。不过这双方是敲白巴，市政府要提起仲裁的庭诉，需要3至6个月时间才会当有结果。台中捷运今年5月弄到刑府发现案落落来吊轨，造成1人死亡，14人受伤。台中市政府向刑府发建设讨赔2亿6千万，不过7月时举办2摆协商拢无共识，双方拍算要行仲裁庭诉。针对这件代志，民众看法拢无同，有的认为刑府法应该爱积极负责，某人认为台中捷运爱负部分的责任。刑复发在台湾这么大的一个建设公司，哎呀，你又不是说只有台中有盖豪宅，哎呀，北南都有啊，哎呀，你赚这么多钱的时候出事不处理，我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应该啦。因为他是车子去撞那个柱子，柱子下来那个还有时间落差呢，对不对？这个死的话可以避免的。有时候假设说他这边的反应好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市府要求赔偿2亿6千万，这包含受损等开拓役打造的一个2节车厢，也有隔音墙机电系统相关的行政零事等等费用。市长罗秀元讲，依照市府的立场，就爱积极讨赔。不过对方所认为金额太过悬，所以协商才破局。站在政府的立场，我们必须积极求偿。那当然，对于造成事故一方，他可能对于这样的金额嫌高，他可能并不满意。那这没办法，这个责任归属现在还不确定，还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该负多少责任不会去推诿，但是我们也是上市公司，我们必须要遵守第三方的裁定的结果。刑复法公司强调，责任归属也有疑虑，所以交由第三方仲裁，绝对遵守仲裁结果，该负的责任一项拢袂下体。即马有计仲裁结果出炉，大约要等3到6个月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市林森东路站下晡5点的时阵，有一个50多岁骑奥多巴的查甫人，去互虎头蜂叮着，伊是人无爽快头晕伫路边等救护车。专家也讲，这8、9月也是虎头蜂生态季节，就爱特别注意。一个50多岁骑奥多巴的查甫人，因为身体无爽快，坐伫路边，规个面是青笋笋，阁流凊汗。15下晡，伊经过嘉义市林森东路，因为有虎头蜂弄对伊的衫内底去，甲叮着。了后，伊随出现头壳晕、甲头顶顶的症状。他已经呈现一些低血压，所以我们的救护人员马上给他上那个波司命强心剂哈，那排除试图解决他是否有过敏性休克的一个情形。他不是，他有虎头蜂。医师提醒，若去有虎头蜂叮着，症状若无啥严重，敢若小可疼疼、甲肿肿等等，会当家己简单处理。不过，若是出现过敏或者是休克的反应，就要赶紧送病院。症状轻微，只有痛、红肿等症状，并没有产生休克、严重的过敏反应的时候，呼吸困难，我们可以先使用碱性物质去中和它，例如尿液或是其他的抗生素。专家表示，虎头蜂差不多伫5、6月的时阵造收，8、9月因为细只蜂孵出来，就是因数量上侪时期，公蜂会出来找食的甲水，都较会出现伫咧人类大的环境内底。刚开始发现的话，建议就是在这个时间去做移除，会比较简易一点。那请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比较后期的话呢，如果不会直接对于生活造成影响，那可能就是放着它，等到它自己离巢。台湾本土的虎头蜂有7种。其中，亲像带温色的温药啊，然后做乌尾虎头蜂，都是南部市区较接看的虎头蜂。专家提醒民众，若是发现虎头蜂或者是蜂巢，一定要通报相关单位，千万唔通家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桃园的中正市场发生消费者食物中毒，是事件公布稽查的结果，计共有514个人中毒。检体也验到沙门氏杆菌，也验出仙人掌杆菌，业者是爱继续停业。另外，对美国进口的樱桃呢，佫有介伫边境互查到有农药残留，消署也发公文要求美国在台协会爱协助去改善。那准到月底进前无多回应，上当会当暂停进口。桃园中立区中正市场某一间法国棚，前一日标出集体食物中毒的案件。未少关系食外口的民众是感觉真惊吓。卫福部消署公布上新稽查的结果，
到8月15为止，累计通报患者有514个人。检体内底除了进前验出3门4拐菌，即马阁向验出仙人掌拐菌。业者复杂无合格，目前要暂停营业。其中3件民众购买后没有食用完的这个产品，有检出沙门氏杆菌，还有仙人掌杆菌。是安尼问题，毋若是伫国内，边境嘛查到为美国进口的樱桃无合格，有4批违规，验出内底有农药啊、灭分唑。累计今年以来已经有22批。拢总12万2000多公斤的美国樱桃，伫边境检验无合格，去用退货或者是销毁。小事已经发文，予美国在台协会 AIT 要求爱改善。9月底进前，若是无回应，相当会暂停受理保验申请的行政处分。最高可以寄出这样的行政裁处。不过还是重申啊，因为它的检出浓度很低，而且面粉做国内在胡瓜农作物上面是有准用的哈。另外，进前为着要解决国内欠卵的问题，农业部今年初启动专案进口鸡卵。不过，食药署公布，为巴西进口带壳的鸡卵甲冷冻卵汁，伫边境检验无合格，分别验出抗生素甲农药啊，拢总有106栋全部退货或者是销毁。因那农业部强调讲，因为巴西甲土耳其的鸡卵拢有验出有农药啊这种无合格的案例，所以袂阁甲这两个国家订鸡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一间国中附设的幼稚园，家长就指控讲，有一个老师呢，甲一个4岁囡仔杀互倒，毋过学校却是8岁讲，这无算是不当管教。家长就向民意代表申诉，这台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要求学校重新调查，1个月内会甲这结果报予教育局。囡仔排队准备要去教室内底上课，抑过煞来老师毋知什么原因，直接甲一个4岁囡仔摔倒。老师甲囡仔摔倒了后，拢无插这个囡仔，或者囡仔惊一个坐伫涂骹。几秒了后，才有另外一个老师甲伊牵起来。画面节公布了后，互身为新住民的家长是真毋甘，求助民意代表。在还没有开研商会议的时候，就直接先下了结论。他是不是应该要有所怎么样的省思，或者学校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点？我显然没有听到教育局给我任何声音。老师是说，因为孩子推挤同侪，老师做出制止，然后将孩子拉离出来，孩子不慎跌倒。可是按照于讲说，我们应该都知道，孩子如果只要跌倒了，他不小心跌倒，我们是应该马上帮他扶正。所以呢，我们认为他已经有意图的推、拉、扯，让孩子坐在地板上。事发了后，学校也被积极包庇这老师，校长更加伫开会进前直接来引导，将这个代志定调正做，卖调查也未构成不当管教。这个摔倒囡仔的老师也升做园长，更加互家属是无法度来接受。台南市教育局强调，当时学校有通报校安处理。不过，这几天看到新的影片甲相关证据，认定当时学校处理过程无够周全，要求学校搁再重新调查。老师本来就应该更柔软一点，确实这一块是要有检讨的点。检视完之后，我们觉得学校对于当时候处理过程，包括程序跟认定的过程，我们都觉得有不周妥的地方。学校对此是无回应，也过教育局要求学校1个月内完成调查。那老师开设违法处理甲不当的管教，依照相关科学规定甲情节的轻重来处理。另外，台南市社会局也介入访视，这种囡仔甲伊家庭状况拢算讲稳定。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18呢，有一个美国的阿兵哥叫做金恩走去北韩。即马北韩是今仔日头一届发表评论。北韩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讲，因为这金恩呢伫咧军中遭受别人虐待、互歧视，才会走去北韩找找庇护。不过这敢是事实的，目前是无证据通好来证明。23岁美国立定兵金恩讲，因为伫咧军中受到唔是人的虐待加种族歧视，想要寻求庇护。这是北韩伫咧金恩对两韩非军事区越境走去北韩了，第一遍透过国营媒体中央通讯社做这项报道。不过国际媒体无法度查证这种讲法是毋是真的。美国方面不讲金恩是跳江非法越境，北韩方面讲因也认为金恩是跳江的。目的是要留伫咧北韩或者是第三国家，而且伊也愿意伫咧北韩或者是第三国家寻求难民的身份，并且讲伊对无平等的美国社会感到失望。金恩2021年1月入伍，是一位检察专员，派驻伫南韩是因为论调，伫南韩因为攻击案被拘留2个月。
本来应该遣返登记美国接受纪律处分，延过伊山走离开机场，参加非军事区的观光行程，又搁越境走去北韩。北韩是世界上少数由于用极权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长期以来拢正神秘，甲国际社会隔绝。领导人金正恩不被指控，伊所领导的政府系统性的迫害人权。整件事件拄发生的时阵，美国一直想要联络北韩，不过拢无得到回应。迄当阵媒体就伫咧分析正恩未来可能的命运。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来关心这夏威夷的野火，这在前已经一礼拜咯，死亡人数也到106人。即摆有影像显示讲，这野火源头真有可能是这强风甲插座电火条啊吹一个登记，致使这电线落伫咧大壳壳的草啊顶头才来着火。也因为当地救援系统无齐全，居民也不满政府的救灾速度伤过慢啊。手机翕到画面，因清楚看到远个所在甲头前个草地开始青烟，居民嘛摕到水管想要帮助拍火，而这一切有可能就是夏威夷毛伊岛野火的源头。当地设备强风吹动木造的电火条啊，电线灯起落地涂骹了后，真紧互打碎草地烧起来。They came up with a water truck, started dousing it. Had another couple local construction companies brought up their water tankers, just also helped and assist and just knocking down the fire. Thinking that it was all done, unbeknownst that later on that afternoon, the winds just continued to just smoke the whole day, and I guess that's what just fueled the restarting. 夏威夷毛伊岛的野火经过一礼拜，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00人，正做过开8档外来，美国野火死亡人数上济一届。各界批评电力公司无耐心断电，让电线电火条啊受到强风吹动，引起火苗脱烧。佮提起集体诉讼，要求电力公司爱替遮尔侪人命负起责任。这场火灾烧掉差不多2200多栋建筑，其中86%是客家，损失差不多55亿美金。野火脱烧了后，救灾工作欠缺组织，互临时体力工的居民嘛开始倒单挖苦救援物资来生活。险搁受到法令限制，无法度回去厝看状况，佮烦恼除了经济损失，未来观光的收入嘛受到影响。Locals were having such a hard time even getting in. There were roadblocks set up outside of Lahaina, preventing people from coming in and out of Lahaina, or coming into Lahaina perhaps. So there were much needed goods that we were basically deprived of. So people had to break the rules for us to get to this point right now. 另外，居民嘛真不满，替地方政府贡献真济观光收益，却无受当地政府的重视，造成救灾真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已经下令要求动用所有毛伊岛会当用的联邦资源，协助州政府救灾。伊嘛伫确定未影响到救灾工作之下，赶紧去夏威夷看灾。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讲到印尼的环球小姐宣布决赛，也逼出着这胜诉了事件。这场比赛有30个人参加，比赛了后有7个人跳出来指控，讲因伫咧决赛进前就爱烫光光，互人检查，认为这款的行为是胜诉了，即摆也要用官司来处理咯。印尼环球小姐决赛结果已经伫初三出来，但到15为止，已经有7个参加选美的小姐联合出来控诉讲，入来到决赛参赛者互要求烫衫检查身体，你有是要检查皮肤敢有疤，有感觉皮的组织，还是敢有赤亮赤红，甚至有5个参赛者是互翕顶半身无穿衫的相片。现场有25个，包括查甫人在看房间门，甚至是无关起来。Pihak dari penyelenggara itu tuh bilang kepada saya, open your bra. Lalu saya disuruh angkat kaki satu sebelah kiri. Saya angkat kaki sebelah satu ke kursi ke hadapannya beliau. Lalu saya dicek kaki saya apa kekurangannya. Terus dia menyuruh LO-nya untuk menyatat apa kekurangan dari kaki saya, lalu naik ke bagian atas, bagian private bawah saya. 胜诉了的事件爆发了后，印尼承办方的负责人卡佩拉嘛伫社群媒体发声明稿指出讲，反对任何形式的骚扰，伊完全无参与伫内面，伊唔知影嘛唔捌下令要求，也是允准任何工作人员透过身体的检查，用暴力的行为对参赛者是进行任何性骚扰。Kami juga mendapatkan beberapa bukti bahkan video yang menyatakan dari si pelaksana ini bahwa memang sudah terjadi body checking. Begitu, dan semua bukti itu sudah kami kumpulkan. Akhirnya kami mengambil langkah hukum untuk melaporkan hal tersebut kepada Polda Metro Jaya.
环球小姐的选美组今嘛表示讲，已经决定要终止和印尼承办方的合作关系，而且感谢参赛者会当勇敢安尼站出来。因为印尼的承办方嘛承办马来西亚环球小姐的比赛，今年的比赛都会互取消。加达的警方嘛讲，已经开始调查这个投诉。不过，这摆印尼环球小姐比赛的第一名，并无伫个投诉的名单内面。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一部分进前伫咧台北信义区的夜店台式警察，伫咧挂夜假的时阵，因为登记处理看真人期间违反规定，已经放调登记一般的加角度。今麦也逼出当初选挂夜假的过程有问题，明明这一部分有食毒品的案底，承办人员说是拢无记录，互伊顺利去到挂夜假。法务部长蔡清祥知影了后，下令矫正署着爱检查，承办人员互依照贪渎罪移送廉政署，而且无排除有高层的人员涉案。异性收容人有吸毒的记录，但是承办人把他勾糊，造成分数的误差。明明有食到记录，屏蔽这位却是无搞起来，甲信义夜店台警察犯人以保防以满分转到外加服刑，台北加团出审查造假。受刑人要到外一家要经过各检所人员写审查的基准表，分数愈高，核选的机会就愈大。一部分前3摆申请拢被拍回，这摆雄雄100分通过。原来再犯风险的项目，毒品前科这位方交唔对，调查科的承办人敢若用一句一时的疏失来解释。他是第一次承办这个业务，所以说以至于在整个的作业流程，是看我们判决书的一个正面看他是初犯因为观察乐界不会算入累犯的一个犯次，所以说以至于造成他误会。是不是单纯的行政疏失？廉政署已经介入调查，看是不是有人牵涉贪污这不法，并且扩大行政调查，追究责任的名单对2个人变做3个人。不过台北加敢若负责初审，复核也经过矫正署机关。各监所报出他的成绩，那矫正署他会做严格的审查。下面到各监所、顶面到矫正署、安全督导组拢有经手过，讲毋是凊彩审查，拢是用上界严格标准来审查。那安尼哪会也有这疏失？这过程中是承办人就法度一手来抓天，也是讲有可能有更加层级来涉案包庇。这中间肯定有人拿了好处，然后也肯定就是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每一个关卡都没有发现到，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监所关注小组坦白讲，监所不是发生特权加官刷的争议，和受刑人用不公平来对待，呼吁加入外部人员来审查，卖互不被风波，一再重创矫正机关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这四丁水本底是南美萨满伫咧做祭典的时阵使用的，不过伫台湾算是二级毒品。最近有一个外国查甫人伫台湾办一个聚会趁钱，佮提供四丁水互来参加的民众。讲到这毒品的危害是真大，警方积极抓人，最近也抓到乌道对泰国地关仔内面藏大麻花走私案。规仔内底真侪罐仔，警察去检查是毋是可疑的物件。台北市刑大拘捕一个外籍查甫人，大约2年前开始无定期举办冥想的活动，收取每人4000到5000块的费用。伫会中共用四丁水。外籍男子在 IG 及 LINE 成立冥想活动群组，以不定期、不定点方式举办冥想聚会活动，吸引信徒慕名而来，并提供俗称死藤水毒品供人施用，使施用者产生幻觉，以达到疑似宣称可以接触神灵的目的。四丁水原来是沙班巫师同临时使用，加四丁加真侪食物，下注了后会产生强烈违反药二甲基色胺，互人出现幻觉、焦虑甲妄想这状况，高剂量也可能昏迷也是死亡。也伫四丁水内底验出二级毒品依坡盖因甲大麻成分，加查甫人依照毒品罪移送法办。像特别是茶叶，然后大麻花。这规道泰国地关拍开了后，内底却是藏着大麻花，敢若大麻花有62.1公斤。要其他民加毒加比包，这个是毒品，市价是1亿外。中央甲地方用1个月发动一摆三级，连续查到这个有对联邦加苏海邦牵涉的跨国走私毒品案。查获了犯嫌有10名到案，从第1层到第4层的主嫌。那其中呢，甚至有竹联帮信堂的成员与四海帮立堂成员。那整个犯罪集团的一个犯罪手法呢，他们是以层层转手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躲避查缉。
警方抓到无后首脑苏海邦海陆东成员4个嫌犯，甲德联邦姓董成员4个嫌犯，专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组织犯罪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7月初1，伫民间有真侪民众会办普渡来供养无形的众生。基隆六大公庙伫下晡也举办科技2点开看门。有学者是认为讲，这普渡的行为甲咱的族群历史有真大关系，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3、2、1，下晡2点，基隆六大公庙由轮一组普过圣宗亲会开看门，普渡过正式起行。伫咧新历8月16，旧历7月初1普渡过头一天，已经有袂少民众来拜拜。虽讲今年疫情解封，不过庙方观察，人阵要是无恢复到以前的水准。我来这服务12年啊，但每年开店啊，我拢爱做到透早4点。但是早12点外就人就拢走了，像我们的灯都少了啊。本来3500左右，那昨天才剩下3100而已。一大片的红色高仔灯，这是基隆六大公庙的起灯卡仪式。每一拍灯拢是信徒要为好兄弟仔，甲人间道路祝福光的心意。台湾普渡文化算是华人世界当中上大型、上侪人参与祭拜好兄弟的活动。不过由来民众敢知影？是人个大会啊，就安尼传统落来啊，就是安尼。啊，好兄弟啊，就关遐久啊，一年才出来一摆啊，大概就是煮一寡好料互伊食。拜迄个法国面包啦，清华振兴的是伫基隆发生的啊，西班牙人捌占领过基隆啊，所以有用迄个鸡卵糕啦，都在生是不管你是迄个侵略者哦，你是敌人，但死了后呢，同齐家己普渡。学者讲，台湾是多族群的社会，发展过程有侪来自无同背景的先民付出，所以咱对鬼魂拢较尊敬。学者讲，外国人面对鬼魂，定拢是要甲因消灭；台湾人面对好兄弟仔的概念就真无同，会用亲像普渡善意的方式对待。记者阮张水基隆报道。有人讲，旧历的7月是自闭月，各地头拢有无同款的普渡方式。早起伫婚林好宝就做伙来举办这开香仪式，咱做伙来看卖。婚林好宝的7大普渡区，16早起联合举行开香仪式。代表好买中原文化节正式开始，按算普渡拜拜道声会超过4000道，各大普渡区拢有无同款祭拜特色。对咱各区的特色，拢总甲展现出来。来其中内底有较有名的，就是咱这个吉花山、搁冰雕、果雕，搁炮城等等吼。咱人6月29暗，主时一个到，就是民间讲开鬼门的时间，有真侪无同风俗。礼拜好兄弟普渡请因食物件，迄人依然是举行疫情了后头一个水灯节，真侪民众嘛来参与祈福的活动。给一些就是好兄弟们引路吧。有一点起舞的意思，就对。迄人新竹城隍庙，西港伫个庙门边，手举七星剑，脚踏七星步，用上界正牌科技开好门，象征旧历7月正式到啊。迄人婚林西丽福兴宫，嘛伫个前一天奉正，避免搅扰到好兄弟。真甲封起来，因7月时啊来到遮，莫去甲调查，享受咱这个民间甲传的贡品。旧历7月开鬼门，全台湾各地拢有真侪无同风俗，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互大家有敬天地、布施甲分享福事相关的概念。记者综合报道。中油伫咧澳洲投资的油气探采已经通过澳洲官方核准，按算2028年开始生产，一天通好出产原油8万桶，这中油会当分到10%，也就是8000桶，这部分会当提升国家能源稳定供应的能力。中油伫个外国石油甲天然气的探勘甲采集，搁一个有进展。今年2月1日。以全资子公司 OPEC Australia 名义，甲澳洲 Carnarvon 公司签署矿区买卖契约，已经得到澳洲外商信道会核准。伫个15摕到Dorado油田，甲附近4个探勘矿区各10%矿权的权益。它这个Dorado的矿区呢，是它已经证实它有这个蕴藏量了，接下来就要步入开发的程序。这个矿区它本身的蕴藏量初估有1.34亿，未来呢，它本身还有一些周围的一些区块呢。
再进行进一步的探勘发掘呢，预期它还会有一些发现。中油表示，海外探勘的事业，都是希望会当增加提供予国内石油甲天然气的比率。目前除了澳洲，嘛伫厄瓜多、尼日、查德、美国甲巴拉圭等8个国家，15个矿区拢有探勘甲采集的计划。即届加入联合经营了后，上重要的目标是推动油田开发计划，包括起一座海井平台、铺海底光线甲控制系统，还有起一座海顶铺设三度下油船，来分离石油甲天然气生产原油。台湾进口能源依赖度是大概97%啊，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经济国家来看的话，那分散这个我们的进口的这个来源呢，那是必要的哈，可以减少这个能源的风险。中油表示，开发初期生产的天然气会甲注入去地下盐田，来提高原油的采收。按算2028年投入生产，拍布油田会用另外一条海底光线连接到三度下油船。在上大生产力的情形之下，多拉岛油田按算一天会当生产8万桶的原油，中油会当分到10%，也就是每一天8000桶，估计一年差不多300万桶。为了增加咱国自有油源站的比例，嘛会当提高国家能源稳定甲供应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气候暖化对全世界农业有真大冲击，各国也拢想尽办法，看要安怎来减轻对这粮食的影响无。伫台南呢，就一个全世界上界大的菜色研究中心，科学家也有当咧培育会当冻耐菜色品种，咱做伙来了解。3冬拄着4个休经4度啊，毋捌拄过这个情形啊！我毋知影未来要继续做落啊。咱看到这规片的田哦，安尼大片片，甚至叫有发草啊。对你单位原本就按算讲哦，5月时阵哦，就较袂可花。到6、7月啊，这个雨根本就无落入去这个水库的源头，所以农水署伫6月中就宣布讲哦，这个嘉南第2期的水潮第3甲第6组要农地休耕，这嘛正是南台湾头一届规年透冬拢无种稻啊，互农民真无奈。根据科学报告，台湾气温8冬以来平均高1.3度。农业部统计，这15冬来，台湾天灾农损平均每冬拢有124亿。农民讲气候无正常，影响因2成的产量。更加严重的是影响整个产业。黄啊，当种落时阵，当播落时阵，伊水温上悬，其实伊袂变异啊，所以会造成讲伊后壁来迄个生长的过程当中，伊会冻拄着啊，而且。伫咧开花过程当中，如果温度若伤悬的话，人会结水迄个情形嘛无好啊，所以会影响到伊后壁的收成。农民无法度补偿，阮米价就无切啊通收，去甲别人买，爱搁互别人趁，而且爱搁运费，所以相对起来，阮的价销就会较悬。寒伤寒，热伤热，全世界拢受到损害，各国拢咧想办法，看要安怎减轻对农业冲击。咱台湾其实有一个全球上大的蔬菜研究中心，伫咧台南生化，为各国内的育种园，逐工会去田检查研究，甲样本出落来提起实验室，就要甲放去种园库内底。世界蔬菜中心副主任表示，培育会当冻耐品种真重要。全球公部门里面最大的，我们从158个国家收集了330个物种，总计65000份。这样子的一个保种工作，抗病、抗虫、抗高温这些多重抗性的一些新的品种或品系呢，改良场种子公司他们就拿去做他们的育种。台南农改厂厂长表示，农业要永续发展，上重要的就是品质的研发甲栽培技术。选出来这种耐热的这个品种，住在环境内底，伊的品质也是伊的产量袂减少。伫迄个讲栽培技术的方面来吼，水稻的部分内底，阮有讲用迄个讲干湿间灌，就是用打淡安尼方式落去甲灌溉。安尼除了讲省水以外，一个佫最重要就是讲伊迄个甲烷、温室气体的迄讲排放哦，伊会减少。粮食危机已经伫眼前，咱人运用新的科技来克服，就毋茫会使顺应天地变化挑战。记者李成武采访报道。
讲到这气候变迁的危害，除了这农业产量减少以外，生态同款有变动。原本伫咧北美洲的那溪呢，这几年是走去地中海，甲这个蛤蟆食了了。就专家伫咧警告讲，上海情形就是今年底当地蛤蟆产业会消失去。不过业者拍算要用食的来甲因对抗。渔民甲网仔拖过来一大堆金马倒出来，会当装几啊箱。原本是伫咧北美洲大西洋岸边的生团的拿钱，是美国真受欢迎的好食米。但是最近却对意大利东北海岸造成严重的生态威胁，去影响到当地蛤蟆类的生存空间。Cioè la sacca sta diventando un deserto. Perché parlo anche con i miei colleghi pescatori che pescano il pesce e non trovano più niente, addirittura non riescono neanche a calare le reti perché questi granchi che nuotano e vanno a finire nelle reti e dopo le tagliano anche addirittura. 那真伫水内扫来扫去是真溜达，即马卡是真内，会当甲背类的外壳规个堵穿过，更加会造成养殖渔业损失真惨重。因为意大利是欧洲真重要蛤蟆的出口国，因的农业部是提出290万欧元的奖金，等于是1亿的台票，希望用这么悬的奖金，请更较侪人来斗掠拿钱，无说到来欧洲就无蛤蟆。Dopo dicembre, cioè secondo me a dicembre sarà la fine completa delle attività di venericoltura nella nostra area. 意大利重要农业组织农牧协会是指出讲，海水的暖化和气候的变迁，恐惊是加速拿钱入侵主要的原因。事实上，地中海真侪国家这几年拢受到拿钱侵扰生态，虽然出动大量的人力去掠，却赶袂赴拿钱生态的速度，而且因为数量伤济，渔民落尾嘛干那会当熟卖。但是嘛有餐厅是看到新的商机，因为欧洲人是无惯势食拿钱，即嘛有总铺师想要研发拿钱料理，请游客来。公司新闻两眼编译。新竹市建工地下油库是台湾少数的军事工业遗址。最近附近的学校要搁再起，地方也呼吁讲应该爱家保存落来。今仔日文化局就邀请文化资产的委员来到现场会勘，各期继续列册追踪，也听合这校园有初步规划方案了后，再过来审议。文化保存。由文化团体发起的油库保存行动，过去是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油槽，之后交由中油公司在1971年兴建4座油库，内部较大共款保存真好。专家学者指出，这军事遗址有历史价值，希望赋予文化资产的身份来保存再利用。那我们希望建工高中如果有机会变成文教用地，那么地下油库的文资的以及文化的主体性要保留，然后活用，比如说变成音乐教室，比如说变成研讨室。经历过2次大战，然后国共内战，然后又冷战，3个战争的一个空间啊，这有故事性，它有稀少性，它又有那个特殊性，那它其实可以跟学校共存。今年4月，文化局已经派人来到现场勘查，这摆搁再邀请文化资产审议委员进行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文资审议的委员就会就今天的现勘结果做表决，那看是否是继续列册，还是决议登录为历史建筑这样。审议委员会认同油库应该保存，不过认为应该不要顾到教育的发展，所以决定把油库继续列册追踪。等待建工高中学校的规划出来了，搁再审议。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这网仔电是世界上有危害的外来种之一。台南应用区台内参社区结合，把这网仔电收咧，也搁含这个回收的纸料，人做伙拍好嘴，落尾是变做文创商品，咱做伙来看卖。路边的网仔店拖甲规世界，一透早老师参学生去烤草，因要甲这项食物摕来社区做教材，先加到甲网仔店的叶啊、甲根加落来，再来甲倒入去果汁机内底拍好脆，再甲纤维甲纸浆染做伙，拍完了后拍好干，就会使摕来做定具。拢是做实的嘛吼，就是去远哩咯，拢足济啊。
敢若嘛考袂完啊，考完就搁生，考完搁生。因会当把这个无路用的小花曼泽兰，来做一个创意的开发。然后我嘛发觉讲，原来大自然大自然内底植物拢是有伊的用处的。主办单位指出，万华田一工会使拖出去24公分，主要是会选伫咧食物顶悬，和食物活动进行光合作用，甚至搁严重缩小到青叶仔的生活所在，因此甲万华田的危害甲当做有利的物件。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师生除了去社区了解外来种的严重性，同时嘛结合饮食观念，带时代甲外来种变做艺品。若是去外地看的时阵，伫山顶也是迄种较无人咧工作的田的话，嘛是拢有。一方面是为着要推广这个外来种，互大家知，然后希望会使以后若是有社区的居民，若是看到的话，会使顺手甲办落来。目前全台19个县市拢有出现万华田，安怎清就清袂了。这个学校参社区结合，透过因的创意，互无路用的物件找到新的出路，互更较侪人注重这个议题。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台湾科学教育馆和成功病院合作，引进这300万的飞机代替老师影像系统，要来做人体展览。今开幕时阵有医生现场示范，这末端发炎的时阵要安怎来甲挂掉呢？咱做回来看卖。黄色的那个叫大网膜，是保护的我们腹腔就是腹腔里面的一些器官然后慢慢的你可以看到怎样，后面这后面可以看到最后2个后腹腔2个肾脏。小儿科的医师用这台介绍超过300万的飞机代替老师的影像系统，解说讲哪种发生毛肠炎，爱挂的毛肠是倒一个部位，对人体的表皮层、真皮层，各有到器官的组织。影像是真逼真，人体奥秘是台湾科学教育馆的常识展，这届和成功病院合作，甲展览全面换新，嘛用专业的器材，让民众了解医学的知识。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展览，实际上去体验，然后去了解医学知识。我们可以在我们科教馆的场域里面看到我们医师他可以亲自的去模拟开刀的一些场景。展览使用真侪科技，民众也当体验倒伫床的顶面，就通看到心跳佮喘气的数据。我们运用了一个雷达感测的装置，那你可以躺在这个我们现场的这个床上呢，你就可以侦测你的心跳跟呼吸。那这个部分其实它是一个透过大数据的部分呢，去模拟，然后侦测你的这个呼吸的一个起伏，然后再去核对这个背后的 data。那这个装置其实在 COVID 期间，对于医疗人员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因为你就不需要近距离的接触病人。这个展览用2-3天的时间去规划完成，让大人囡仔认捌人体的皮肤、心脏、肺部、子宫、免疫、大脑、胃肠的运作。展览也会定期邀请专科医师和民众解说。记者柯家山郑水由台北报道。中国的少年人因失业率是愈来愈悬、愈来愈严重。这中国官方宣布，对8月开始暂停公布失业的数字，有愈来愈多这学历真好的少年人开始做网络直播，而且这彩券的销量也比去年是加5成。真侪少年人拢希望会当得大奖变好价。有流行管理硕士学会的张小姐伫镜头前介绍商品，几个月之前伊兼职做model甲部落客，即嘛是正热直播。亲像张小姐安尼投入直播产业的少年人愈来愈多。2021年中国直播业销售金额差不多代表15条，市场有估今年佫会增加3成。伫就业困难的现实之下，直播业正做失业青年找头路的新选择。不过，直播业市场竞争愈来愈大。市调公司统计，2020年中国直播业请的直播主达到113万人。即马广告业主要求更较悬、更较好的节目品质甲销售目标。直播主为着有业绩，爱想尽办法。那整体上来讲，因为现在的市场达人是逐步的，每一个细分市场都有自己足够丰满的达人内容生产者，再去供给这个市场，所以我们的选择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少年人除了转职做直播主，买彩券人也明显增加。今年顶半年，中国彩券销售金额增加到2.2兆新台币，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5成，显示经济无好、甲失业率一直欠悬的社会现实之下，真侪少年人开始仰望靠彩券一枚就好价改变人生。年轻人确实就业压力稍微大一些，可能现在
选择就是像公务员啊、国企啊，这些是更好的选择。中国官方6月份公布的失业数据显示，每5个青年人都超过1人失业，那特别待业甲在学的非劳动人口数字恐惊更较悬。中国统计局15宣布，为8月开始暂停发布全国青年失业率，都显示就业市场的警讯，甲经济成长停滞的困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6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